吹棒很扎实哦，在左外野方向，已经要行触碰你了吗 ？It is goal！ 棒球情人炸裂，2分炮，这是他本季的第5发红不浪，哇，这样比分又扩大了。棒球情人在今年球季的状况真的是好的不得了啊！赛前呢，这4发全垒打是并列第2名，现在他累积下来已经打出5发红不浪。果然去年东山再起这场我是可以 get， 这好状况延续到今年球季6比1领先了，感觉上也不受到换球的影响啊。一打出就是哇，这个球应该就留不住了。好，他今天连他弟弟的分析打回来了，但成绩不会记在他弟弟上面。